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柯天辉。新闻一开始，先看到由雷迪英创办的台湾一周刊，一度宣布停刊。今日早起传出香港警方档案组搜查伊伫香港的徛家，了将伊带去九龙城警署。根据香港媒体指出，雷迪英因为今年6月份涉嫌恐吓传媒记者，到去年8月31参加非法集会。今日透早7点半，香港警方去伊的徛家调查，伫8点半将伊带转去九龙城警署。警方大动作的掠人行动，嘛引起外界高度关心。那今仔日是228连续假期的头一天，公路总局估计各岛的交通量会是平常时的1.3倍，尤其路南更是平常时的1.5倍。受到疫情影响，真侪民众较少坐大众运输工具，改坐家己开车。嘛，即摆的路况是真歹掌握。以前拄到连续假期，车票常常卖了的客运业，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只卖出差不多6成。武汉肺炎防疫，公路总局也有新的措施，为28开始，各道公路客运乘客上车进前要量体温，假使有发烧或者是受感真严重，客运业者应拒绝载客。除落实原本车辆清洁消毒外，另外本次针对搭乘长途客运的乘客，要求量测体温，那同时宣导乘客在乘车时佩戴口罩。那客运业者如果发现有民众发烧或身体不适的情形，那这边也会要求这个乘客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因为疫情影响，客运业真辛苦，民众选择家己赛车较安心。各道自售客车数量可能增加，加上3月初至大部分大专以后开学的会后车潮，高公局承认今年228连假路况歹有料。228连假第一天，确实有旅游规划或者是回乡行程，爱做高公局提醒第一天恐惊是上塔。各一路南、杨梅甲新竹、彰化系统甲博盐系统，各三路南、三英甲关西、乌日甲雾峰甲港澳、南港到平南，拢是开塞车的路段，想要先开车条，尽量选择下晡出发。记者综合报道。228连续假期，咱就来关心天气。今日全台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东北季风减弱，全台各地甲外岛地区大部分都是多云到好天。到东北部地区甲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透早也是较寒，日时气温会明显回升，日夜温差真大。礼拜2下晡方面通过，下礼拜2东北季风真强，天气又会变做较无稳定状况。到南部平地会维持多云到好天天气。另外，228连续假期，因为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地区污染袂堆积，较会打房，互能见度无好，空气品质嘛较无好，观众朋友都要较注意的。过来关心全球疫情消息，伊朗已经有真侪政府官员感染武汉肺炎，连副总统艾伯特卡嘛确诊。那伫欧洲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24个加要换200个病例，病例已经来到650例，死亡人数是17个人。那到第这个时阵，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嘛传出伊身体无爽快，取消主持弥撒。伫荷兰，这是第27通报第一例确诊病例。伊朗的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正大，自卫生部副部长了后，2名国会议员也确诊，连副总统艾伯特卡也胃着。外边上正病就是艾伯特卡，伊伫当地时间17确诊，确诊进程才甲真侪官员开会，搁坐伫总统罗哈尼附近。CNN 搁报道，伊朗前驻高顶大使罗斯罗沙西17因为为着武汉肺炎死亡。目前伊朗病例数245例，26人死亡。最高领袖哈梅尼信心发挥，相信国家会渡过难关。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نشالله این کار برجسته و سنگین خیلی هم طولانی نشه و انشالله زودتر کلک این ویروس منحوس گرفته بشه انشالله。意大利当地时间17个增加200个病例，病例数达到650例，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伫这时阵，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传出身体无舒适。Desidero esprimere nuovamente la mia vicinanza ai malati del coronavirus e agli operatori sanitari che li curano.
方志国26为疫情祈祷时，小看家扫过唱片，无偌久就取消隔工主持弥撒活动，伫梵蒂冈休养。伫这进前，伊也搁甲信徒近距离互动。德国27新增加19例，已经有46例。法国也伫24小时内增加1倍，为18例增加到38例。荷兰是伫27通报第一例确诊病例。美国到27为止有60例，上新一个病例传播感染源，可能正做第一件社区感染案例。全球真济国家沦陷，世界卫生组织27日表示，疫情已经到关键时刻。We're at a decisive point. For the past 2 days,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reporte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reported from China. WHO 也表示，武汉肺炎可能正做全球大流行，也呼吁各国赶紧采取行动。要求国家认为未遭受病毒侵袭，会造成致命错误。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嘛影响经济，武汉肺炎伫美国已经出现头一例唔知影感染源的确诊病例，社区传染风险是变悬咯。好投资人是真烦恼，这么造成美国股市大落，道琼指数今收盘是报1190点，创下历史上盘上最纪录。四大指数收盘全部拢盘超过4%，道琼指数收盘25766点，报1190点，创下历史上盘上最纪录。华尔街指数连续第6个交易日行低，累计盘超过3000点，嘛显示投资人是愈烦恼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那伫南韩，昨仔就增加505例，创下新高。拢总的确诊人数有1766个人，东西区、大区嘛出现欠税案甲医护人员，就连美韩联合军演拢宣布要无限期延期。那伫日本的北海道，昨仔新增加13例，全部是54例咯，是日本上济。首相安倍晋三嘛宣布，全国中小学甲高中对3月初2开始停课到4月初。北海道札幌登山国小学校人员用酒精去扣倒椅，学生的鞋啊、楼梯的扶手也消毒。原本3月是日本的毕业季，不过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首相安倍晋三伫对朝本部会议上要求全日本中小学甲高中为下礼拜開始停課。多くの子どもたちや教員が日常的に長時間集まることによる感染リスクにあらかじめ備える観点から、全国すべての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特別支援学校について、来週3月2日から春休みまで臨時休業を行うよう要請します。安倍强调，囡仔健康安全是第一要考虑的，也代表日本中小学会停课几个月到4月初7左右。不过北海道疫情是真严重，已经确诊54例，甚至比东京都较济。今仔17一天就新增加13例。伫台湾有一位女性导游，1月底确诊感染肺炎治疗结束了后出院，即马佫标出第2摆确诊感染。台湾府政府已经展开调查，要确认是病毒潜伏体内精神感染，或者是佫1摆被感染。南韩疫情共款大爆发，患者人数增加，逐天拢是几啊百人。尤其是东西区、大区市患者占全国患者人数6成，佫欠医疗物资、欠人手。大区市长宣布会释出350万个喙安互民众，佫征求医疗义工。南韩疫情发展伤过紧，外国媒体认为是因为新天地教会大型活动。虽然政府已经摕到21万多名信徒名单，不过因为新天地会进前信徒超过14万，南韩政府有估也佫超过7万名新成员无伫个9出名单中，已经要求新天地队家佫搞出来。另外，南韩天主教会16个教区全部暂停弥撒，创下236年来首例，也佫超过40个国家对南韩旅游禁令，禁止南韩民众入境，或者是停飞到南韩的班机。 정부는 금주 초부터 중국 웨이하이, 선전, 난징 등 일부 지역에서 중국으로 입국하는 우리 국민들이 호텔 등에 강제 격리되었다는 사실을 인지한 후 해당 지방정부 및 중국 중앙정부에 시정을 요구하고 있습니다. 另外，美韩联合军演唔捌因为北韩抗议导弹威胁延期停办，即摆因为已经驻韩美军为着肺炎决定无限期延期。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伫全世界目前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78000例。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确定病例有78886
25人，即马死亡人数是2788人。台湾目前是32例，香港是92例，日本本土是214例，韩国目前是1266例，伊朗目前是增加到270例，新加坡是96例，泰国40例。连欧美国家，意大利是上严重，已经有650例，美国目前是60例，英国是15例。来看国内第32例武汉肺炎的患者，伊是一个非法的外籍看护，伊最近受去过台北车头，甲真济公共场所。疫情指挥中心今日是公布伊去过所在，嘛提醒去过这的民众都爱自主健康管理14天。另外，若是乱传武汉肺炎的假消息，相关会使罚300万块，卖放关3年。意大利旅游检疫已经提升到第3级。伫国内第32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一位非法的外籍看护工。目前卫生单位将掌握到的接触对象，包括看护工伫2月11到16伫病照顾第27例确诊病例的老先生，以来接触者有148人，采检116人，全部拢是阴性。2月19到24到另外一间病照顾病人，接触者是23人，已经采检18人是阴性，其他抑佫伫检验。验过这个个案，伫咧2月16到19，北坐机灵车到大坪林积运站，转积运到台北车站，又搁坐305客运拿38号来回伊的客机，也捌到台北车站地下轨西轨，坐积运淡水线加板南线到龙山寺，又搁捌去大旅馆。加长工退房了，又搁坐火车去树林火车站，并且送伊的朋友去坐高铁。19搁再坐积运到景安站，坐机灵车到病照顾新的病人。有几多所在公共场所活动数可以厘清、可以掌握的，我们当然就先掌握。好，但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好，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公告出来，让大家能够提高警觉。不过有好消息，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有9例已经解除隔离，其中第11案例是武汉包机回带大伤。我们都是裁剪了非常的多次。好，那也从阳阳阴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经过专家的会诊，好，我们就说它可以解除隔离。因为之前有真侪武汉肺炎相关的假消息，造成民众的惊吓甲混乱。对此，内政部讲已经将疫情假消息列做重大案件查办，除了会让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万以下罚金，也可能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总共查处的案件有116件接着有116件，那目前已经有移送了这个77件，107人。告诉嘛，国内武汉肺炎的通报总共有2086人，包括32名确诊，有1个人死亡，2024人排除，其他依然伫咧检验中。另外，伫国外意大利最近的病例数加死亡病例快速增加，指挥中心宣布提升意大利旅游疫情降级到第3级的警告，提醒个人无必要卖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第32例的情形，伊伫还未确诊之前，嘛阁有咧照顾其他患者，四界拍走。有专家就烦恼会变做防疫空帮。若伫台湾，阁有真侪义工，5月阁有开斋节。但是讲举办活动，都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不照顾一位80几岁武汉肺炎确诊病人的非法外籍看护也被感染，因果伫咧确诊之前，又搁捌去另外一间病照顾病人。伫这个期间，也4月坐在种运输，有医生就担心疫情可能会脱离家庭群组传播，进入社区。他是非法，所以他有任何疾病，他也不想看医生。再来呢，他又接触到很多他可能是同乡的外劳。可能礼拜六、礼拜天他们都会接触，那这种非法的通常是打零工啊，所以他会接触到很多病人，所以这个在医院呢也容易引起院内感染。医民署统计到今年1月底，伫台湾失联的移工有48545人，其中印尼甲越南的移工上多。即便武汉肺炎确诊内面出现非法的看护，也互各界关心到失联移工的防疫问题。病院内面非法移工未少，因为假消家属，将侪家属拢会跟请。不过病院无法度列册管理，感染管控也无受过训练，可能互防疫网出现漏洞。通常就是平常没有去管，那疫情出来就变成一个破口嘛。所以未来政府对这些非法的
外劳的这些管理再去处理。若是休假时阵，真侪移工拢会伫咧台北车站或者是东南亚商店街、小食店即款所在聚会。像台北市外籍移工差不多45000人，其中印尼籍有4万人。即马5月底开斋节，到时人会更加多，惊讲会群组感染的风险。台北市劳动局就呼吁移工尽量莫去大型的活动。不过劳工团体讲，对移工的防疫，政府伫咧网络实体多个委员的文宣真少。各个团体里面其实也都在处理这些事情，可是其实反倒是比较少见的是政府的宣导。如果说防疫如作战的话，卫福部起了这个头，劳动部并没有跟上，在双语的宣传上不够。劳团讲，发生武汉肺炎疫情了，真侪头家是直接取消外籍干部每个月1天的休假，基本路款受到影响。希望政府伫咧防疫嘅宣导文宣相关消息，拢应该同步翻译成做多个语言，互移工快速得到资讯，做阵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咱做回来看今日报纸有甚物款的大代志。苹果日报报道这个前立委洪志阳竞选立委无选条，昨下立法院院长游锡堃证实会聘任伊出任做立法院有薪水顾问。联合报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第32例外籍看护，是已经公布伊16到19这4天的活动数，伊捌去过台北车站甲龙山市等32个所在。自由时报防止武汉肺炎，公路总局是有新的措施，对今开始做国道公路客运，上车进前都是量体温。若是讲发现有发烧，或者是严重的酷酷嗽，业者会当不爱载。那3月小马祖嘛有武汉肺炎当地严重，真侪人拢烦恼进行活动会发生群组感染。大甲顶南宫、甲白沙屯、宫田宫拢对外宣布先暂停活动。内政部长徐国勇嘛亲身去甲因说道声。另外，当咧辽境的良德宫嘛减少辽境的时间。台中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严肃宣布，搁着3月19日大甲马西境进香延后举行。今年大甲马的这个绕境延期来这个举办吼，嘛全力来支持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啦吼。无啦，哪有啥物压力？无啥物压力啦。到这时阵，就大家这个安全上重要啦。马祖是慈悲的，是要救人的啦。大甲马西境有200年历史，3摆因为战乱甲社会无稳定停办，这摆受到武汉肺炎冲击，是史上第2摆因为疫病延期。苗栗宫田宫白沙屯马祖原本也有定伫3月24起甲西境去北港进香，已经有数万名信徒报名参加。不过伫外界积极之下，27早起也做出暂缓延期的决议。3月24号出发，那个我们就暂缓实施。看有开始之后，我有感觉是确诊，所以延期那个措施 OK 了哈。延期比较好。对大家镇南宫甲苗栗宫田宫为防疫暂停100年传统决定，内政部长徐国勇亲身去表达感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在记者会中表示感谢。马祖慈悲，延期就是为了照顾我们的子民。在严董事长他希望就是说能够跟我们来参采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意见。那我也很清楚跟他讲说，现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风险，我们认为很高。教界的领袖们，他们还是有一些很好的社会的经验，那有一些相关的智慧，所以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问题能够处理得很妥善。桃园良德宫数码会到鹿港天后宫挂会延香活动已经是第6天，外界批评声中烦恼正做武汉肺炎防疫破口，庙方也紧急改变行程，17下晡提前登来北部。我们再走第6天，我们就要回程了哈。那永庆宫走完了以后，我们第6天我们就会坐车，所有的人都会坐车。我们1天要用，还是要走，还是要把它完成了哈。台湾民间重要宗教庆典3月小马祖，拄着严重武汉肺炎疫情，为南甲北每一间宫庙不是规模求水，就是延期或者是停办。为政府到民间拢真细致，都惊人群聚集了后造成真歹挽回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辽境要暂停的，有北港的朝天宫，马祖本地第29要去花莲辽境，而且阁要甲当地圣南宫信母做伙出巡。不过受到疫情影响，主办单位昨是决定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要甲辽境活动先来暂停。
为了要让今年北港朝天宫的马祖事件会当更加扩大，伫去年也未发生武汉肺炎疫情的时阵，北港朝天宫就甲花莲吉安乡圣南宫计划伫29来一场双马出巡，因过惊发生群组感染，决定要暂停。在今天取消了2月29号北港妈祖东巡到花莲去绕境，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们希望把这个疫情赶快把它解除。听讲要取消花莲吉安乡圣南宫的信徒暂监，因为花莲大大小小宫庙已经传了个外家，要庙方向妈祖跋杯问了，也是决定要暂缓，大家也配合。根据花莲县政府的资料，这边婚礼总共有700多人要来花莲参加当巡，因为是8年来第一遍，所以也有来自全国各地信徒差不多2000多人报名。那取消一定会减少观光收入。观光的部分的话，或者是这个消费的部分，当然会有一点点影响啦。但是基本上的话，我想那个民众的安全还是列为考量的一个比例。花莲县政府讲，花莲目前也无确诊个案，所以是参考卫福部各地疫情资料。则希望两间宫庙活动暂缓，因为马祖事件上重要的就是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愈来愈严重，行政就宣布，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层级提升到1级，由陈时中继续做指挥官，卖请各部会副首长来参加会议。另外，总统蔡英文嘛讲，疫情严重，就要量早准备，要整合政府的资源对抗病毒。虽然台湾目前的武汉肺炎疫情即个有零星的社区感染，而且拢是家庭群聚事件，不过为了要超前部署，行政院长苏贞昌立即宣布，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层级提升到1级。但是中依然是指挥官，有消息人士就讲，早伫咧26国安高层会议就已经有共识。预防社区感染的准备，所以院长在院会当中听取完陈时中部长的简报，就同意把我们的指挥中心升高为第1级。同时，院长也在现场表示，由陈时中部长继续来担任指挥官。根据卫福部的疫情指挥系统启动机制，本来是2级，即马有确诊比例提升到1级。指挥官由行政院指派，也有关层级。指挥中心的常态会议由各部会副首长责任参加，苏贞昌也下令各部会成立武汉肺炎小组，由部会首长亲自监督指导，未当让疫情扩大。蔡总统也认为要超前部署对抗病毒。既然法律已经上路，预算也即将到位，我们决定超前部署，防疫指挥中心将提升为1级开设。我们会用全面整合政府资源来迎战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蔡总统也希望国会赶紧通过特别预算的草案，强化防疫加速军力量，也特别视察第33化学兵群，为免因辛苦执行武汉会谈，也个宣召公主和包机的消毒工作，也强调防疫如同作战，要做到完全无漏网，建立一座坚强的防护网。记者综合报道。那武汉肺炎的病毒目前嘛拖到南美洲了，巴西第26嘛出现头一个感染病例。德国卫生部嘛讲，德国疫情可能会大流行。目前全球7大洲，敢若剩南极洲还无病例。武汉肺炎即嘛是已经拖到南美洲，伫巴西2人正式出现第1位确诊病例，患者是圣保罗一位61岁男性。这个月北去意大利疫情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出差。O paciente chegou assintomático, sem nenhum tipo de sintoma febril ou de tosse ou de gripe. 目前巴西境内有20个疑似病例，因为当地拄好是热天，如果伫咧办嘉年华会，会啊路顶有几落100万人伫咧庆祝。当局讲正伫咧密切观察病毒传播的情形。另外，伫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邦2人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患者是25岁男性，北去意大利的米兰。伫西部的贝莱因威斯法伦邦受一对红帽确诊，牵手也是幼稚园的老师。德国卫生部讲有可能造成国内大流行。Wir befinden uns am Beginn einer Corona-Epidemie in Deutschland. Die neuen Fälle in Nordrhein-Westfalen und Baden-Württemberg sind dafür ein weiteres Zeichen. 另外，伫美国境内武汉肺炎的总确诊数26增加到60例。总统川普开防疫记者会，任命副总统潘斯主导对抗疫情。Because of all we've done, the risk to the American people remains very low.
And we have the greatest experts in the world, really in the world, right here. 法国2人出现第2件武汉肺炎死亡病例，也是第1位死亡的法国公民。在丹麦、爱沙尼亚也拢出现第1件确诊病例。这么全世界7大洲内面，唯一无人感染的就是人正少的南极洲。记者综合报道。翻头来看中国方面，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也是真有信心，表示10月底对当控制疫情。伊嘛指出，新疫情上早伫中国出现，按说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地。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日前公布上新的数字，过去一天新增加死亡人数是29个人，是2月份以来上少的一届。看起来若像疫情较稳定。中国抗 SARS 专家国家卫健委组长钟南山嘛出面信心发声，表示甲进前团队预测同款，2月中达到高峰，了后数字会大大降低，有信心4月底会当控制掉咧。而且嘛表示疫情不一定是对中国来的。也可以这么说吧，就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他们的预测是最少5月底，但是我们的预测4月底基本控制。钟南山阁表示，中国除了武汉市以外，并无出现大规模的流行，重点是要安怎及时诊断。防控措施落实不及，工作中存在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若是香港疫情嘛继续伫拖，而且新增加一个确诊的个案已经92例。这个70岁负责人捌伫咧2月初去过北角的付费活动，目前有35个捌去过活动的人接受检疫，阁有160个人接受医學監測。咁跟住就見到我哋新聞就關於北角福慧精舍嗰度嘅情況啦，咁所以佢就打去我哋嘅熱線啦，咁就送咗去聯合醫院，咁今日咧就確診嘅。香港確診的人數繼續伫增加，即嘛有5個檢疫隔離中心無夠使用。香港政府預計開港幣1.9億，伫咧德高灣區檢疫隔離中心，地點前往迪士尼樂園的停車場，增加上無600個隔離位，預計5月份啟用。另外，香港政府嘛預計派頭一隻包機，甲第一批532個防留伫咧武漢的香港人接轉來。若是有意思要轉來香港，愛伫咧2月下晡6點進前登記。轉來香港了後嘛，必須要去檢疫中心接受14天的隔離，不離個時間還未確定。記者綜合報道。為了防止疫情拓開，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宣布暫停發要來買家朝鮮者的簽證，嘛暫停發簽證予疫情嚴重國家旅客。其他中東國家嘛開始有防疫措施，要甲中東疫情的源頭伊朗切割清楚。التالية أولا تعليق الدخول إلى المملكة لأغراض العمرة وزيارة المسجد النبوي الشريف مؤقتا 沙特阿拉伯26起以簽證限制將反各國穆斯林入境去麥加甲麥地那兩個聖地朝聖，也阻擋部分疫情嚴重公民入境，避免武漢肺炎病毒疫情在境內擴開。全球18億穆斯林每天愛向麥加方向祈禱5擺，每年7月8月之間是為期10天的麥加朝聖，近8萬信眾參加，加上平常時任何時間攏會進行的附條件，攏予麥加甲麥地那規年人潮不斷。不過這項群眾組織活動一向有衛生疑慮。2012年中東呼吸道症候群 MERS 已經予3個真緊張，面對來勢真向武漢肺炎病毒，更加唔敢大意。接獲中東疫情中心佇伊朗，是個派聖城庫務就是病例起源地。當局雖然逐天公布新增病例統計，民眾卻是高度存疑，欠水安也引起民怨。The state TV gives us statistics, but when we go to the hospitals, we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died is much higher. I'm really scared. There are no masks in the pharmac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masks for free to the people. 過去幾天，事業派人口真濟，科威特巴林甲阿曼攏陸續傳出新確診病例，當中真濟是為伊朗朝聖回鄉的人。這國家宣布新的防疫措施，巴林禁止人民去伊朗暫停往返伊拉克甲黎巴嫩的航班，學校甲托兒所關2禮拜，阿連暫停飛去伊朗的客運甲貨運航班。阿曼也祭出同款的措施，科威特取消國定假日慶祝活動甲體育活動。伊拉克的重要十字大館、宗教觀光也受疫情影響，只有派聖城卡巴拉無人去，飯店攏倒去。先知穆罕默德所在金頂夢也攏無人。記者綜合報道。馬哈迪24向宣布要辭掉馬來西亞首相，靠外界認為受到切斷安華接班之路。安華26經過蘇丹了後是召開記者會，
表示希望人民拢推算所下一任的首相，伊嘛答应会甲国家朝向更较好的未来。2018年国会大选，当时92岁马哈迪甲发布成熟的过去爱将安华共同合作拍倒武统主导的国民阵线，将假日贪腐建桥台首相纳吉踢落台，促成马来西亚政坛第一摆政党轮替。选后马哈迪重掌政权，也个指定会由安华担任接班人。想袂到马哈迪只是煞雄雄宣布失去首相大位，暂时以代理人的角色处理政府国家元首苏丹阿卜杜拉到调见所有国会议员咨询因意见，伊决定是要直接任命新首相，或者是重新举行大选。在韩熙熙总席处212席当中，掌控92席，希望联名3个政党决定转支持安华担任首相大位。Pakatan Harapan tidak bersetuju dengan sebarang usaha untuk menubuhkan kerajaan secara pintu belakang. Ekoran cubaan menubuhkan kerajaan secara pintu belakang, maka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telah meletak jawatan sebagai Perdana Menteri. 让人真奇怪，就是第一天马哈迪个回心转意，先是为所引起的风波向大家回释咧，讲只要是人，啥物人拢会犯错。佢表示，若是应得到各界支持，愿意以国家利益为重担任首相，组织下党派政府。Sebenarnya saya telah janji akan letak jawatan untuk memberi peluang kepada Dewan Rakyat menentukan siapa yang akan mengganti saya. Jika benarlah saya masih disokong, saya akan kembali. Jika tidak, saya akan terima siapa saja yang dipilih. 马来西亚政治一向受族的宗教两大因素影响，20年来个定定传出马哈迪甲安华两人冤冤冤冤，这亲像宫廷戏的权力斗争，会出现什么款的发展？焦点即马拢放伫红色高层的身上。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影响，日本职棒今年官方热身赛无开放观众入去看，韩国职棒则是全部取消。那中华职棒昨暗嘛做出决议。讲热身赛会开放球迷入去看，不过都还是量体温，若是讲超过37.5度，就禁止入场。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日日热身赛改采闭门战，韩国全部取消中华职棒20场官办热身赛18开打，中职开临时领队会议决定开放球迷进场，不过强烈建议观众挂嘴安。会觉得还是以安全第一啦，所以当时我们在自办热身赛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也是率先宣布不开放，好，一直等到这礼拜官办，然后才慢慢开始让球迷进来，因为联盟的防护措施也已经到位了。以安全为优先考虑，联盟已经买一组军用顶级的红外线摄像机。官办热身赛甲一军赛事会设伫球场出入口。热身赛一军赛事各主场球队确实暂时要无热像机，就用导针为球迷量体温。我们另外就是会成立一个紧急应变的小组，我们会邀请防疫的专家来加入，随时给我们意见，因为疫情随时会有变化，然后也可能要做不同等级的一个防疫措施。6场伊奥运资格赛到底是不是要拍世界棒垒球总会，爱过等2-3天才会决定。若是6场伊奥运资格赛延赛，例行赛就为3月14延到3月28。了后开幕战甲例行赛是不是要闭门拍，还阁看疫情发展。体育署长高俊雄讲，为向中职建议，观众一场应采用梅花座进行。间隔距离前后左右是没有人嘛，然后5个位置，所以你这样的话，你的观众席假设是1万个座位席的话。这样的话是减少那个人密度太大。体育署指出，确实疫情愈来愈严重，中职赛袂当拍，无广告也无票房，会比较其他受冲击运动产业。由经济部会体育署审核进行纾困。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600亿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其中有404亿用伫纾困甲振兴，针对消费市场收20亿。文化部另外阁准备3亿。伫基本场所消费嘛有补助，另外国民旅游、交通部嘛有传54.5亿，详细资讯会搁再公告。就是加你们这2杯饮料，今天大概就只有做24杯。台北市永康街有名饮料店，生意零零清清，逐工营业额无到2000块，不过每个月店租煞有11万。
业者闭馆认为，店恐惊挡无1个月就要关门。店租真的很贵，对啊，然后现在再没有人的话，可能就撑不下去。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国内餐饮服务业零基基，甚至员工是百业萧条。行政院17真紧通过600亿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其中伫纾困甲振兴经费顶悬包含制造业、中小企业、艺文产业、农渔业、观光旅宿业、运输业、餐饮零售、商圈市场等，总共编列404亿预算。法定预算就已经有结余大概200多亿，如果再加上5G 的一个收入，应该是不会到低于1000亿，都财源是充分的、足够的。针对餐饮零售商圈市场部分，经济部按算法消费优惠措施补助金额差不多20亿，另外编列行销活动设施更新改善经费19.5亿。文化部准备3亿补助民众伫艺文场所的消费。不过补助措施指挥中心倾向疫情稳定了后才开始，大部分的业者认为恐惊到时阵店头已经倒了。基本中小型餐饮可能会先倒一批掉，所有人的资金链其实都有断裂的危机，甚至我们是老店，我们其实都被冲击到。另外，也编列防疫补偿金18.2亿。卫福部表示，目前初估逐工防疫补偿金差不多800到1000块。下甲劳动部讨论，按算伫3月70日前决定防疫补偿金逐工发放的金额。记者综合报道。正前疫情指挥中心针对医疗人员拢有限制出国。不过有一寡医师工会针对补助办法表示讲有疑虑，卫福部嘛回应讲，除了医护人员，冇增加社工人员，只要是配合防疫所取消出国的人，拢会有补偿。大城化出口禁令法院欠点，看见受到侵害的口号，真侪医师工会代表下晡来疾管署头前表示，早起互邀请去参加卫福部召开的演讲会议，原本叫是会议面顶会当知影出国禁令的法院依据。补助办法等等，想要到卫福部也是无讲到法规争议的部分，而且佫新增加限制到社工人员，引起医护人员的操烦。医疗法的这个就是它管辖的范围呢是医疗机构，其实并不是医事人员哦。那医师法主要能够相应的条文主要能够规范，其实也主要是医师这样子的法源依据，其实还是非常残缺的。我们会十分怀疑，就是卫福部还有这个指挥中心到底有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法源，然后来做这个限制。在纾困条例里面并没有相关的条文，所以其实工会质疑说，到最后会不会这变成一个空头支票这样？工会团体表示，医护人员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会当配合疫情进行休困的调整。不过法治国家就必须要照法令，若无会产生更较侪劳资冲突。对这个代志，卫福部医事司表示，这个涉案对象除了病院内底服务的医事人员以外，社工人员团体嘛主动提出要6日起出国的禁令，若是排除诊所人员，主要是考虑到感染风险、人员复杂度等等。万不若是需要居家隔离，依赖感染的冲击程度等等，若是限制地区是维持不变，而且补偿的部分嘛甲标准放定，若是因为配合防疫的部分取消出国所造成的损失，都会当互因补助或者是补偿。主动取消到其他国家地区，那么而产生的这一些损失，那么也予以补偿。好，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更高的自主性来取消的，我们也予以补偿。另外，若是有医事人员原本已经安排结婚假，因为配合防疫转来取消出国的行程，指挥中心经过讨论了后，嘛会要求病院搁开放员工的结婚假，特休到疫情结束了后，搁延一冬。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有一个30多岁查甫人，伊伫20日开始感觉无爽快，略略发烧，家己食一寡便药就去困，却伫23往生，警方通报检验，不过相关单位所拢无来检验，加上嘛即期为虾米一直拖山，害因无法度传伊的后事。伫议员陪伴之下，死者家属提出北检区的伤验尸体证明书，顶原写死因不详，个未准毁葬，互家属无法度办理后事。台北市一名35岁女性，70日小可发烧，家己食止痛药去困，却伫23过身。警方移定司保验检察官怀疑可能是为着武汉肺炎，都刷到殡仪馆等候勘验。不过5天过去，检察官只伫24到场协商，无后续处理或者是检验，家属是真不满。就是过世的前一天晚上有轻微的发烧，37度9、38度，他这半年也都没有任何旅游史。我们没有阻挡你们来验，那为什么不来验？那到底检察官在等什么？报刑事相验
刑事相验完了以后，这一部分再来，后面我们就不清楚。不清楚。是。家属质疑北检为什么一直拖？不过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北检23有敲电话问死者是不是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甚至通报确诊个案，所以是不是要求法医赶紧采集检体送检？卫生局真低调，只讲尊重司法专业，会个问北检是不是需要协助。他如果有怀疑的时候通报，然后采集检体，那通知我们就是会积极的，就是急件去送去检验检体。北检强调，卫生单位汇报这个案并不是传染病个案，无法度到场检疫。北检考虑死者生前有发烧，虽然无重大或者是慢性病史，不过家属无提供死者相关就医记录，死因无法度判断。工作同事要人拄出国登个台湾，会进一步解破确认死因。记者综合报道。两岸包机目前拢无结果，加上进前带菲律宾囡仔甲因妈妈是对中国新岛转登来台湾的方式。那老爹武汉台湾人，嘛有想讲要用这款的方式来台湾。赖进步已经加在1600个老爹500个台湾人做标记，因都要用专机才有法度登来台湾。2月初3清暝，老爹武汉247个台湾人坐第一批包机登台湾。2月1日，泉州公主号船顶19个台湾人坐华航班机登台湾。台湾政府希望武汉第一批包机复制行兵模式。2月24暗时，患有病少年甲伊妈妈经过成都特地登台湾，出现第3种回台湾的模式。武汉北地站开城4点钟，为避免出现防疫破口，内政部已经对1694人进行注记，未来可能坐专机登台湾。在1月23以后，已经是前往湖北去中国，那一直都还没有回来。我们整个摘完之后，总共有1694笔。那这个部分我们全部都特别去做了这个湖北的注记，所以这个从湖北回来的就要遵守疫情中心所有的规范来做这个国门的进出。这样，那这段期间有没有国人从武汉离开？我们政府还在持续的相关的了解。两岸包机问题经伫遐，中国将原因撒互蔡政府，各大班机下中国台湾网各批评，到底互把台湾人是台湾当局的政治牺牲品。总统府马英九我真侪摆呼吁，何进都超越政治，绝对无干涉指挥官指挥疫情。按照我们国际法，也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可是却不能够回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不公平，有歧视之嫌。马英九真侪摆对武汉包机发表看法，认为身为前总统应该讲的话还是爱讲。另外，澳门已经10天无新增加病例，有澳门学生期待政府赶紧解除暂缓来台禁令。不过，陆委会强调会甲疫情指挥中心去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台东南环山区的嘉宾湖，吸引真侪人去爬山。台东林管处统计，2、8连续假期，登记要去嘉宾湖爬山的人已经超过9成。呼吁山友都爱做防护，嘛爱配合防疫措施。嘉宾湖爬山的步道全长有13公里，山路是真行，风景嘛真水，是受到真侪爱爬山的人欢迎。虽然即马政府佮有民间拢暂停举办大型活动来防范武汉肺炎疫情的扩大，不过到嘉宾湖爬山的人也是真侪。行政院东部办公室副执行长黄宗凯，就家己去嘉宾湖，发现真侪人来爬山，除了希望暂时远离疫情，嘛顺便练身体，增加免疫力。正值武汉肺炎的防疫期间。建议大家呢，可以趁这个机会亲近大自然，比如说呢，登山的活动，除了可以减少被传染的机会，也可以增强抵抗力。台东林管处表示，嘉宾湖逐日的总量管制只开放176个人入去，今年2月登记入山的人数煞比去年同期减少1/3，可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且爬山的人拢改住伫个布棚内底，是为着避免人和人的接触。不过也地只会当提供36个人来住，林管处已经做好山屋的防疫措施。体温超过37.5度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不要上山。那如果说在还没有超过38度以前，他要上山的话，我们会住宿的话，管理员会把他带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住宿。林管处表示，伫拜3天的连续假期，登记入山的人数也是有391个人，超市总量管制的8.5%。林管处呼吁要来爬山的人，伫防疫期间要做好个人的防护，而且配合山屋的防疫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医护人员最近拢真辛苦，为着要感谢台南市政府宣布，伫2、8连续假期，全台湾医疗院所医疗人员将用证明文件，就当免费去台南11个真出名景点，表示对这寡医护人员的感谢。
武汉肺炎伫全球咧传，台湾嘛出现真侪确诊病例，尤其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更加是担起守护民众健康的责任。因为安尼，台南市政府宣布，28年假，全台湾的医疗院所等等的医疗人员，只要摕证明文件，就当免费伫台南11个古迹佚佗。那其实上，防疫人员跟医护人员的话，这阵子大家都真的很辛苦哈。那如果这些医护人员刚好有这三天你没有排假的话，也欢迎大家都去。但是我们做防疫人还是以疫情为主啦，嘿。但是连续假期，台南市除了要互更较侪人来观光，防疫工作嘛要做较好。行入去台南的古迹，除了爱磅体温，酒精消毒嘛是一定爱做的。平常日加上已经开学，来古迹的人无多。根据文化局统计，台南市4大古迹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减差不多3成，嘛看出疫情的影响。台南市府指导提供医护人员免费入园，除了要甲防疫人员鼓励，嘛要互民众出来室外佚佗，互心情更较开阔。就人闷久会闷出病来。我知道我们的防疫人员工作起来压力都特别大啊，只要你是防疫人员，凭你的工作证或相关的证件，你到我们各大景点去，你个人是免费的。台南市府强调，这道拢总有11个古迹会当免费入园，包括赤坎楼、安平古堡等等的景点，各场馆拢会确实做好防疫，把上基本的清洁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是台湾第一香科的小人香科，也是台南的五条王桥，圣道祈求王爷公来赶走疫情。除了有夜光灯甲送光灯，嘛伫王爷宫出巡辽景，真正甲在地文化结合。人大刀，电武功。台南嘉义区主梁国小的囡仔兄囡仔姐，在刀工掩影之下，用现代元素连接传统的技艺，参与台南嘉义金东殿金珠小人香科五条王桥的绕境活动，以金狮结合送光灯，去到主梁里永昌宫、民安里定安宫，搁再去到嘉义的金东殿等等10外景的宫庙表演。可能在路上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阵头，那我们要怎么跟这些阵头做一个接阵的动作？包括龙啊，包括狮啊，或者是我们的宋江阵啊、白鹤阵啊，其实他们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顶头对焦对阵的一个方式哦。为着落实香科课程，台南主梁国小唔那杀出指铃、金铃、金狮甲送钢灯相关的课，囡仔也利用社团的时间练习，搁定定伫咧传统艺人的比赛得头名。这摆对香科顶头出巡，台南主梁国小的送钢灯也正做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好好因为咱这个新课纲，所以咱小朋友的生活素养、在地文化，透过咱这个香科，透过这个宋江镇，让小朋友有更好的一个学习。主梁国小的宋江镇到达成立5年，透过跳古镇、牙机啊等等，了解民俗艺人的精神，也借这摆的机会，把平常时的训练搬上舞台，让更较侪人看到传统艺文的种子，长咧本意。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假消息真多，刑事局相关的检察机关针对假消息已经移送77件，107个人。调查局怀疑是中国网军在乱，冒号民众千万唔通乱传，同款犯罪。第一人并且普文讲，家己厝内的社区有50例感染，而且有2-3个人死去，还有亲戚送回去屏东体育馆，结果内底变做临时病院。刑事局接到举报，这寡拢是不实的消息，而且发文的人可能不是台湾的人民。这些 IP 是从境外入内比如说保安、尸体等这个简体字等这些用词初步研判是陆方人士所为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所传出来的风声，伫咧社群被大世界拢有。到1月23到整，刑事局等等的警察机关针对假消息的案件移送77件，107个人。调查局指出，杜文爸爸是民进党议员甲政治人物开讲，讲到台湾确诊超过500例，死亡200个人。还有朋友亲戚住伫咧蔡英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厝的隔壁，听到全台湾累积3000外个人确诊。还有因表小弟伫咧殡仪馆食头路，最近逐工拢有真侪遗体送来，就连李前总统嘛感染。这寡不实的消息，常常用台湾的代志、政治人物还有地名，内容看起来拢差不多，要讲要讲。有一些共同版本或是版本的变造版相关的网页呢，文字是简体字以外，
那它本身呢也是一个疑似机器人账号，就是所谓的人头账号，所以我们认为说可能是大陆人士有心刻意去制造武汉肺炎的不实讯息，想要干扰我们的防疫的疫情。除了安尼以外，也是有人提真侪年前的 SARS 事件出来讲。刚刚看到和平医院为了防止 SARS 而封院，锁定蔡姓男子涉案，经通知到案说明后，全案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互大家拢心惊惊，警方嘛提醒，千万唔通转传或者是乌白相信即寡不实的消息，才袂造成社会的惊吓，而且嘛有可能因为安尼来犯法。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武汉肺炎疫情嘛是真严重，嘛要求最近有去中国甲台湾旅客入境了后，拢要隔离14天。咱外交部嘛针对意大利甲台湾咧做中国疫区表示不满，要求要改正。一个亚洲面的查甫人因为防误会是中国人，伫超市互意大利当地民众拍，伊伫话讲家己是菲律宾人，最后才互过路人扭开。意大利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传，日一天就增加900个确诊病例，嘛互各地出现真侪暴力攻击华人的案件。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一个意大利经商30外岁中国人，疑似伫北义的城市维陈萨加油，因为换钱的问题，互当地服务生拍甲老血流滴。伊的家后是真生气，伫网络打出报案的证明文件，强调讲无论开偌济钱，拢要请律师甲伊告死。罗马业务促进委员周成玉伫面册呼吁台湾侨胞爱注意安全。Soprattutto nel weekend di sera, perché qua ci sono tanti locali ed è la prima volta in vita mia che vedo questi parcheggi così vuoti, proprio incredibile. 意大利北部重灾区伦巴第维尼托12个城市封城，街头是空空拢无人，超市出现抢买物资的人，货架顶悬的商品风扫了了。意大利卫生部长紧急甲世界卫生组织讨论防疫措施，强调一切拢伫掌握当中。不过，意大利针对最近有去过中国甲台湾的所有旅客，入境了后拢爱隔离14天。针对意大利甲台湾纳入中国疫区。台湾外交部向意大利表达高度不满，将这个台湾放入中国的疫区之下呢，而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决定哦。我们已经于第一时间已经向意大利方面表达我们的高度的不满跟严正的关切，我们要求他改正。我们的驻处呢以及外交部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要求意大利方面来更正哦。外交部同时强调，禁止意大利的猪肉制品入境，是因为萨丁尼岛爆发非洲猪灾，因为科学的证据采取的因应措施，甲意大利停飞案无直接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出赛场，当日拢会发生差不多10届的崩雪，因为抢救人员嘛训练甲真厉害，佮用狗仔天然的材料。找黄金时间，甲人吹出来。这是法国阿尔卑斯山海拔超过3500公尺的地热初赛场。6岁的德国牧羊犬尼特罗，这一天准备试放弃了后抢救训练的任务。志工扮演受困的人，先密入去昨挖好的坑，再甲坑封密，模拟试放弃的情形。尼特罗用敏感的鼻仔找到坑挖开，甲受困的人救出来，圆满达成任务。试放弃了后的3分钟到5分钟，受困的人活着的几率就会愈来愈低。像尼特罗这种救援的狗仔，坐直升机去到代志发生的地点，上紧嘛要5分钟至10分钟，所以救援的过程就亲像咧甲时间走标。救援的狗仔训练就爱为细汉开始，一年大约爱做1500届的模拟训练。训练了后，爱互因介意的佚佗物啊当做鼓励是真重要。Dès qu'on a sorti la victime, bien évidemment, on s'en occupe, donc on fait les premiers soins sur la victime, mais en parallèle, il y aura un autre pisteur ou quelqu'un de lambda qui retournera dans le trou avec le jouet pour la fameuse récompense du chien. 不过做救援犬嘛是有年龄的限制，若超过10岁，就真学做这种粗重的工课。今年已经11岁的迪普斯嘛是做救援的狗仔，今年就要退休。伫退休进前，伊也是真拍拼去完成大届救援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另外，西北部因为污染物累积较大棚，空气品质嘛较无好，观众朋友都要加注意。到底来关心今各地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15度到28度，
中部地区是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是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19度到26度。安那外岛地区是12度到2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早起新闻，咱明仔载时间再会。